秋怡，快走！于长风，快走！再不走就走不了了。秋怡，你们到底是谁？天际12宫阎王殿。他们的刀法绝对不是阎王殿，他们骗你的。殿主命令我们，凡入此地者杀无赦，而且我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。是我害了你。于长风，你终于帮我了。于长风，要信我不是沈阳。你给我接着，你还欠我一个大人情。只要你不死，我还。人情又不是钱，还能凑着还？当然能了。人情若是还清了，朋友也能变成情人。送你的生日礼物。哎，怎么，怕被别人看见呀？我有心情陪你玩呀，开心一点嘛。别烦我！这是我第一次给别人做长寿面，也是最后一次。秋怡，沈阳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
贤弟无需多礼，荆州你救我一命，垂庐山中你又救得我们离开险境，大恩不言谢。日后若有用到摘星营处，万死不辞。各位前辈，不需如此，快请坐。约翰，你虽救得我们一次，但别指望就此。推举你为大司坛，让我们听取你的命令。诸位，听月涵一言。现在朝廷已经准备进攻我们12宫了，大家赶快离开这里吧。约翰，想骗我们走吗？哼！我看你是不愿交出天机钥匙，不敢打开总坛密室吧？对啊，约翰，你这是何意啊？贤弟啊，我们这次来呢，主要就是为了一凭天机律，轮选大司坛。你说咱们12宫现在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情还要重要吗？诸位，推选大司坛，开启总坛密室，是我们自家之事，不必急于一时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挽救12宫的兄弟们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。兄弟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诸位有所不知，现在在京中，我们众多12宫的兄弟已经被刑律司绞杀。现在朝廷已经知道我们总坛的位置，想必朝廷之兵现在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自镇阴案以来，朝廷是步步紧逼，我们步步退让，逼到如此，竟还不放过。约翰呐，我四海庄在京中据点，除自家兄弟外，无人知晓。若此次当真全数被剿，定是有叛徒。而你，在京城与刑律司关系甚密，你敢不敢说，你与此事毫无干系？清者自清。哼，朱庄主，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。我在京中查办镇阴案已有眉目，现在我们先行一步，离开这里，待日后我为12宫翻案，我们自然能够自证清白。各位前辈，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。且慢！大胆约翰，你一个12宫的叛徒，竟敢在总坛妖言惑众！邱伯英，你还敢过来？邱伯英，垂庐山之仇不报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邱伯英，别来无恙啊！你说我妖言惑众，那你来又是为何？你们都说为12宫着想，对我口诛笔伐，那我倒想问问，你们有谁没受过夫人的恩惠？垂庐山一聚，可有人逼迫你们前去？没有北丁帅夫人的金子，你们又怎会对夫人言听计从？此次前来，我无意重伤各位。身为12宫的一员，是在为各位出谋划策。如今朝廷大力绞杀，难道12宫就应该像祖上鱼肉任人宰割？还是各位想每天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？在座的各位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，为何不随在下重出江湖？不错，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被朝廷绞杀。这邱阁主说的有道理。哼，邱伯英，你说你为12宫着想，那你杀了杜兰初的儿子，这对12宫又有何好处？哼！看，这确实是极差格的东西。邱伯英，刚刚玉涵所言，你怎么解释？我杀死杜兰初之子，只因他一直绞杀12宫，12宫有今天，跟他脱不了关系。我是为民除害，为12宫除害。我只恨当初只杀了杜玉和一人，反倒是你约翰，要不是你阻拦，杜兰初已经被我所杀。你又在图谋什么？一派胡言！若不是当时我大哥出现，你早被杜兰初抓了，哪还能在这儿说话？邱伯英，你根本就不是为了12宫，
你只是为了给将军夫人报仇而已。我们现在形势危急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团结起来，能够活下去，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明不明白？在座的各位是跟我一道起事，还是听这个月寒信口胡说、抱头鼠窜、望风而逃？大家自作决断。这12宫是战是降，应该以天机律推选出大司坛，由大司坛定夺。现在重要的不是这些，朝廷马上就要追杀过来了。各位前辈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，再从长计议。贤弟之言未必不可信，不如我们先行分开，等无后患之时，再选大司坛之位也不迟。走，谁都别想走！这，大人，前方就是12宫总坛。你带人去守住四方缺口，其余人跟我来。这，12宫帝臣为何攻击我们？看来他们都已经被裘伯英收买了。等死的，在天上，救我一命！我还了，你要找的密室在。
都说总坛密室存有100万阵眼，没想到居然就这一幅破画啊！在下也是第一次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如果换做将军，您会怎么做？倘若一切能够重来，离开这边关烽火，许他浪迹天涯，不做将军又如何？就算拥有锦衣玉食，那又怎么样？这烦恼反而比我们平民百姓只多不少。这神大门撑不了多久，要是没有新的出口，我们都必死无疑。哎呀，怕什么？大不了出去跟他们拼了便是。我去。哎，林大哥，别冲动。石榴，把这个图收好。哎，大家快从这里出去，去找安全的地方，快！走，走，走。大哥，你先走，这里交给我。石榴，你先出去，我在这顶着。大哥，你说什么？如果我没回来，你就是阎王殿的公主。听明白了吗？大哥，你干嘛？记住我说的话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保重！你们回去继续搜，这里交给我。是。
你来了，该来的总会来。你究竟为何而来？为何？为了扫平12宫的贼子，为了被你害死的人。沈瑶，你在哪儿？你现在是我南朝之公主，将来是库容之王后，而是要时刻记着，在你身上担负着的是我南北两。公主，这是怎么了？是哪儿不舒服吗？心好疼。你满意了吗？公主，我去找太医。别去，我忍忍就好。是。沈瑶，你到底在哪儿？玉丈夫，你入世这么多年，父亲之死毫无线索，公主又即将和亲，秋怡也因你而死，而你唯一的兄弟也被你所杀。天道，
何对我如此不公？我偏不信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哼，不让我找公主，那我就去找我大哥。哼，我还不信没人陪我玩了。向龙大哥。 王子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陛下找我有事儿，我去见见他。哦，是吗？正好我有事觐见，不如王子与我同去。这样吧，那向龙大哥你先去，我过会儿跟陛下单独聊，单独聊。王子，你忘了大王说过的话了？自从你进入了王宫。 你觉得你还像个枯荣的王子吗？向龙大哥，你就别教训我了。枯荣需要的不是一个像你这样的王子，而是富甲天下的黄金，和一个像我这样的战士，是铁血雄狮。向龙，你，请王子回宫。 请。向龙将军，父王已令我与你商议和亲的事情。和亲之事，为何在刑律司见面？我乃戴罪之身，父王顾及体面，所以不便公开让我参与此事。 我看刘侯您面容憔悴，病体未愈，南朝也太不把和亲当回事了吧？难道是瞧不起我们吗？如果你们南朝真的对自己这么有信心的话，那何必让公主远赴千里呢？多年前，白荡关一役，本侯也在场。本侯看到。 我南朝将士冲锋陷阵，马革裹尸，痛心不已。两朝和亲，就是为了避免双方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你说我病体未愈，可我今日就在这里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吧：南朝如我这般人，也不畏惧与你针锋相对。但我这个人不喜争斗，只愿两朝永无战乱，可好？好。 一言为定。向龙长史，你来刑律司干什么？哼，看来玉总捕头上次殿前落马，摔得不重啊。哼，现在又来挡本使的路。 啊，长风，进来吧。殿下，来，起来吧。谢殿下。那库容人虽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，我看他今日情形，绝对另有打算。 唉，你可要看好公主，别让她乱跑了。本侯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她好，为了家国天下。殿下为家为国，能忍常人所不能忍。臣愿追随殿下，绝无二心。快快请坐。谢殿下。 你最近查到了什么？12宫总坛被毁，贼首沈瑶重伤坠崖，臣亲自动的手。
何事有余？公主对南朝眷恋颇深。你对妹妹真是一往情深啊！公主万金之躯，臣不敢奢望。哎，你我三人一同长大，你的心思旁人不知，我这个当大哥的还能不晓得吗？可是我要告诉你，公主属于天下。让开！让开！放肆！公主，你们也敢来？放肆！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见父王，连夜阴雨，陛下龙体欠安，需静心修养。昨日已经留下口谕，和亲使团已经入宫，请公主安心出嫁和亲。你调动禁军，就是为了让我去和亲？自今日起，擅自闯入公主寝宫者，杀无赦；私访公主者，杀无赦。是。玉长风，你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沈瑶在哪儿？玉大哥，你是不是知道沈瑶在哪儿？看来公主现在见到下官，能说的就只有沈瑶了。玉大哥，他到底在哪儿？玉大哥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带我去见他，我哪怕不说话，我就看一眼，我就看一眼，玉大哥。沈瑶已经死了。